北京呢，地铁了，长平线上发生车祸了。你看，这天气突然太冷了，然后那个交通工具有的会故障啊，太可怕了！你看，他受伤了在郊外，在户外等待救援，他躺在地上，你看那么冷啊，人生苦啊！你看北京市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里哦，7、8、9、10、11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9、10、11项。然后倒数第2项昌平有没有？哦，你看这么冷啊！北京的有几项啊？被遮到了，看不清楚。哦，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6，这里看到16项。还有大兴机场地铁的发生车祸，太冷了。大兴机场哎，哦，你看也是这么冷啊。哦，最低温的零下17度，你看今天礼拜6。